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推动大庙行学个性书法班顶4个班级，900位师生发起公民写春联庙口阴凉年活动，特别先伫13店庆兴宫庙口来写春联，同时展出大港16条砖头诗作品。这边咱要迎接2024吼。咱这个青龙年吼，所以同学发起这个公民写春联的运动，大家学习吼，做伙来写春联送阮的乡亲，来推广着咱在地汉语文化，恢复着咱在地学习在地的这种大庙行学的精神。大庙行学个性书法班同学拢真用心，呈现的作品拢有着自身的风格。因将前往旧河顺慈安宫、海尾雕凤宫、溪顶寮保安宫。2月7日，伫13店庆兴宫，要写春联送予大港的乡亲。学员愿意用学习的这个成就来回馈咱的乡亲所以这迄个笔啦、墨啦、纸啦，拢是咱学员主动自发要奉献为乡亲来服务。咱这人工写书法免费收取春联的，拢会爆满啦所以区长伫遮门斗呼吁，这是非常好的活动。咱区有这个活动，要感谢咱在座各位。不管是任何用途，到现场拢会当依照需求来写。一连4场的写春联活动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加。另外鼓励大港乡亲斗阵来写书法。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5月也将伫13店总头寮、公亲寮大庙开办庙口书法班，振兴书家文化。台南新苗出发采访报道。